世界局势非常的混乱，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但是咱伫台湾也特别得到照顾，咱为着这来感谢主。搁较咱也特别纪念伫风台过去了后，搁有来一个即马即后这围拍了后对西平面去，上面咱感谢上帝的疼痛无互过头的这个风台抬到咱台湾来，特别抬到南部即个是对着西平面过去。所以上面咱也爱恳求上帝亲自保守看顾抬起外口的这个风台，也无对到过度造成伤害。另外上面咱也的确着爱知影，风台其实是上帝对着人的一个提醒叫咱着爱会记哩毋通过头自信伫家己所建立起来的逐项。咱仰望主，求主保守咱。互咱有一个谦卑敬虔的心这也是伫上帝听内底，互咱知影，就是咱有法度建立更较悬的厝，更较悬的这个发展的行业但是伫上帝的权能内底，这一切拢会过去。所以求主赏赐咱一粒平安的心，互咱敬虔倚靠伫主的疼痛。非常的感动，上帝的疼痛，甲咱三甲同在。看到兄弟姊妹透风落雨，受风受雨来到伫礼拜堂敬拜上帝，实在是真大心中的感动。上帝的确照着伊所讲的，因为伊的仁义，看见伊的百姓所行的美好，上帝会照着伊手中伊公义纯正来报答伫逐位。咱也仰望主继续赐恩看顾咱。互咱用活命来见证上帝的疼痛，通过礼拜就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荣光。咱三甲伫主的面前来感谢、来祈祷，请。圣哉，圣哉，圣哉！至圣的权能的主上帝，你的疼甲阮同在。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存留我的活命，互我的活命伫你的手中来得到照顾。主世界为着家己所领受恩典来感谢，为着你祝福一切的美好感谢。主感谢你存留世界的活命到伫如今，保守互我行伫主你的内面。你插出去的时阵，主你也是用着主爱怜悯吐气，甲我带倒转来。主我为着生命会当得到存留来感谢。主你的疼也要继续伫我的身上来显明，你亲自赐恩保守，互阮会当行伫主你的真理甲道路内底。现在是阮亲爱兄弟姊妹，你的正义路三甲做伙，转来到伫上帝你的殿中。主遮兄弟姊妹，你亲自纪念，加倍来报答，因为因伫活命内底体会上帝你的疼痛。主啊，虽然有一寡人伊伫这当中受到风雨难阻，但是主，阮恳求亲爱的圣灵，你继续赐恩保守伫阮当中，互阮的心犹原听你，互阮的灵犹原甲你同行。耶和华，独独你是阮的主，是阮的倚靠，是阮一生的帮赞。主，你讲有就有，命立就立，你定着风台，你定着风雨。你定着日头，你定着月亮，面中的万族要让你奇妙的作为来向你欢呼而乐。我也要伫你的殿中来朝见你，来述说上帝你伫我身上所行是何等大的赦罪恩典，并且你互我这个气起来，互我这个无教义的，互我这个动误的，主啊，我会当伫你的恩典内底。继续甲你相同行，唯愿你继续伫我身上显明你家己的旨意，也伫你的百姓当中显明你的旨意。主，互阮一世人跟对你，互阮的脚行伫公义、正直、圣洁的道路，互阮的心定定为人来设想。主啊，互阮会诚侪人的圣灵内底圣洁的满足、喜乐甲平安。你是主，是上帝，你亲自，你看顾，独独你做奇妙的代志。
阮要来到伫你的殿中，向你学乐，向你敬拜，向你感谢。阮颂赞荣光归予你。阮感谢主，将伫今仔日，阮会通三脚做伙来到伫主的殿中，阮献上感谢。亲爱圣灵，恳求运行伫阮当中，主耶稣的保血来洗净阮，通阮用圣洁来做砖塔，来雕建主上帝，来敬拜。愿荣光归予你，平安喜乐，享受伫你正义路的身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的时间，咱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平安。消息报告：第7月25礼拜5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敬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一同为国家、城市祈祷守望。第7月27，就是下礼拜日下晡1点，将伫教会3楼召开8月份职事会以及小散会议，请各位职事甲着小散委员注意时间出席会议。第3，8月初9礼拜六早起10点到下晡5点，国家祭坛伫安乐圣教会参加直播聚会，敬邀兄弟参加，同心为国家起坛守望。第4，8月25至29，举办敬拜训练营，地点伫活水教会，有意接受装备的，请至招待到所处营会资料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娱乐请敬拜团。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啊，那伫线上也伫实体，每一位兄弟姊妹，上帝拢了做宝贝。咱伫这个时阵，哇，真好的天气，真好的空气，咱要来主唱娱乐的歌，阿门。咱请咱起立。
咱来到伊面前，单单看着上帝迎面、喜乐的面，咱就放松咱家己，放松咱家己，互咱圣灵会当真容易来感动咱的心。主啊，互阮有你的阳光，因为信靠你的人，会亲像你，充满了荣耀甲阳光。阿门。好，来，阿乐。主耶稣，我荣耀归主，我荣耀归主，我荣耀归主。啊啦啦，主耶稣，我荣耀归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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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再想到阿拉主，你高永远万万，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荣耀归主，我荣耀归主，我荣耀归主。主耶稣，我荣耀归主，你高永远万万，你高永远万万，我来，你高永远万万。哈利路亚！上帝欢喜的献被神真欢喜伫面前你这样嘛，咱跳着山，群山的歌唱，群山歌唱。当我们在野地，当我们在高山的旁边，在四围的时候，你会当听见迄个大山是树木拢咧唱歌，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山是将欢喜唱歌，而咧唱着天地耶和华。大山小山，欢喜唱歌，我能从这天地耶和华。大树小树，看树跳舞，看树敬拜主耶和华。要感谢你的恩，要感谢你的义，万公万民感谢来迎喜，传你的能力。路亚！大山小山，我的唱歌，我能从这天地耶和华。大树小树，看树跳舞，看树敬拜主耶和华。要感谢你的恩，要感谢你的义，万公万民感谢来迎喜，我的能力。大山小山，我的唱歌，我能从这天地耶和华。大树小树，看树跳舞，看树敬拜主耶和华。要感谢你的恩，要感谢你的义，万公万民感谢来迎喜，传你的能力。大山小山，我的唱歌，我能从这天地耶和华。大树小树，看树跳舞，看树敬拜主耶和华。哈利路亚，阿门。主啊，感谢你，用来你百姓的敬拜，阮欢喜地跳。我们来述说你一切的学问。我们感谢你，亲像大山小山，迄款的自然，大自然要用你来感谢。阮也是你所创造，阮个公主，要甲你做伙行。我要甲主做伙行，行过溪水过山岭，有伊做我的牧者，啥物代志？
路上。感谢上帝，遐尼啊大的疼痛，咱来轻过你，为着要来传扬伊，咱得来尽忠为主，邀请咱为主来尽忠，哈利路亚。有啥物款的人，还是咱有啥物邀义甲惊吓，即时用着祈祷交托伊请。主耶稣，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你的一切怜悯甲疼痛，会当关爱所有亲近你的人。我伫你面前，搁再一摆有祈祷的权柄，搁来上传荣耀，学了你的事。我来顾念，伫我的当中，有啥物人的讲父大家的鼓励，一切需要你来拢讲的，你拢有伫着你的供应。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拯救，是的上帝，你的护护，正着你的百姓，互相的联系，互相的帮赞，让一切拢无欠缺，使我们真做你的。屁股，正做你献给的屁股，才派往到什么所在，跟着劳乐、喜听、甲平安，伫遐里，让主你安尼来引导阮前面的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继续要来得到你的引带，继续要得到你的帮赞，正着你的圣道，传扬这份的疼痛。主，阮愿意为你尽忠。主，你讲什么，阮就行答什么。主，你的声音，阮就听。哈利路亚。当初没有奔波流离，不下来将我有心，最最高万灵魂齐颂，高为后两高和喜，我的家家出来谁？
生命，很无助，今世间列特殊欢喜，一个一天给我主。至圣的主上帝，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疼痛、你的照顾，永远拢伫咧。亲爱的圣灵，阮感谢你，因为你为阮咧祈祷。主，你毋是为着阮的代志咧祈祷，是为着阮即个人，为着阮即个人一生所有的目的甲意义咧祈祷，为阮即个人会当一世人行伫你救恩的道路上。阮即个人才是主要你咧为阮祈祷的。主啊，代志拢会过去，但阮即个人将会伫倒位？你是为阮才你所呼召、所拯救、所疼惜的，为着阮即个人咧为阮祈祷。圣灵，感谢你的疼痛。父上帝，阮感谢你，用耶稣基督做阮的挽回者。你毋是看阮有偌歹，有偌歹，你是看耶稣基督为阮所做一切公义、良善、顺坦白的旨意，顺服至到死，用主耶稣基督的血，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来除去阮所有一切的罪过。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用基督做赎罪者。你看基督的面，毋是看阮的歹；你看基督的顺坦，毋是看阮的背逆。主，阮感谢你的疼痛，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永远有效的救恩。主，春乐的活命，求主你施恩帮赞路永远，亲像诗歌所讲的，春乐的活命，互主路用，尽心极力为主做工，直到得天见主，得主你的怜悯，得主你的欢喜。听见主你对阮讲，我这个忠心个良善的奴仆，通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安息。愿同心恳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心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请坐。煞接咱来读启应文上帝的话。OK， 现在用和社会来上读。我爱耶和华，因为伊听了我的声音，甲我的恳求。伊记我暗耳，我一生要求告伊。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咱的上帝用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
义人、我憨人。人为个地步，伊救了我。我的心我的心啊，你愿要归得安乐。因为要我用hiệu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目睭，免了流目屎；救我的脚，免了绊倒。我摕什么报答耶和华我所事一切hiệu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用感谢做祭献给你，搁要求告耶和华的名。阿门。下面时间，咱请牧师正道题目是信心的真实，甲眼见的希望、希望。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咱同心来上读本周的经文。同心来上读，请。咱既然忘了人民，受了这职分，就无丧胆，乃将遐暗昧可体的代志去做了，无行诡诈，无黑白讲上帝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通互咱伫上帝面前，甲家己推荐互别人的良心。如果阮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伫灭亡的人的心上。即款毋相信的人，或者世界的神弄青迷了心目，无互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因。基督本是上帝的像，阮原毋是传家己，乃是传基督耶稣做主，并且家己因耶稣做恁的仆人。迄个吩咐光对黑暗内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伫阮的心内。叫阮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伫耶稣基督的面上，咱有这宝贝藏伫邪气内面，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自上帝，毋是出自阮。阮四面受敌，却无受困住；心内为难，却无致到失望；受困捉，却无受放杀；拍倒了，却无致到死亡。亲像时常带着耶稣的死，互耶稣的生也显明伫阮的心上。因为阮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受交伫死地，互耶稣的生伫阮这个要死的心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伫阮的心上发动，生却伫恁的心上发动。但阮既然有信心，则亲像圣经记载讲。我因信，所以安尼讲话；阮也信，所以也讲话。家己知影，迄个互主耶稣搁活的，也要互阮甲耶稣同齐搁活，并且互阮甲恁同齐徛伫伊面前。凡事拢是为着恁，通互恩惠，因为人愈发加添。感谢结我献罪，一直荣光归予上帝。所以，阮并无丧胆。虽然外体毁坏，内心却一天新赢一天。阮这至渐至轻的苦楚，是为着咱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咱毋是顾念所看见，乃是顾念所无看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无见的是永远的。搁再一届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圣灵，阮诚心恳求你，假是传讲人的喙齿，甲伊心思意念，也赐阮，
互聆听的伫主你的引带内面，阮三甲受圣灵教示，通得到主你所应允，伫真理当中的自由、喜乐甲平安。阮诚心恳求，愿这个聚会伫你的面前，望你的悦纳，也互你正义路得到益处，就是为真理活命所有备所行的。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真侪时阵，咱看会到的，伊无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咱看袂到的，可能更较真实。有一届我和圣文执事做去看一个展览，了迄个展览内底有一台电风，就迄古早迄大动电风，但是呢，因为伊足久啊，所以呢，迄电风咧吹的时阵会安怎？啊，伊会听到吼，安怎足插耳的，吼。啊边仔的时阵哦，放一台迄古早的时阵哦，迄号做啥？卡式录音机迄有无？哦，倒去卡式迄一地迄四四角角迄啊，啊卡式录音机啊伫遐放音乐，哦，迄音乐足好听，哦。啊，但是哦，迄个伊迄个展览的迄个标题吼，就是甲即个电风。吼，要害毋害的电风，安尼关机，啊，甲迄个录音机放出来音乐放伫遐，啊了后，迄个展览的题目叫做真甲假，真的声安怎？关机，啊，假的声安怎？足好听。你听，伊迄是录音带，伊毋是真的声。但是你听到伊介水，但是迄真诶声安怎？怪，你听到介无爱。咱拢讲咱爱真诶，其实咱较爱啥？假诶。你听这讲啥无？所以迄个展览，我迄个展览到底看啥我拢袂记咧。但是迄个吼，我印象足深诶。伊就是伫咧讲这个代志。所以咱诶活命，咱诶信仰内底，有诶时阵信心诶真实。甲目睭所看到的虚幻是真大的差别咧，所以伫即当中啊，咱会当三甲做伙，同齐来思考这个代志。最近的时阵啊，这是发生伫南京的代志，或者叫做红姐，哦，事件不断，哦，扩大，啊了，影片当中的男主角，逐个人啊，拢惊吓尿尿错。敢知影红姐事件发生伫南京？是一个37、8岁的查甫人，但是呢，伊伫网络顶面讲免费性服务，所以呢，有真侪查甫人就欢喜去互伊服务，因为是免费的嘛，所以就真侪人去互伊服务。但是去的时阵哦，发现奇怪，这个改成拿查甫的，但是伊讲无，迄是我迄部分较用。所以无，所以安尼去的人吼，拢共偌济呢？1600几个，要到1700个。了后，这个啥代志的别空呢？因为这个红姐也是红爷哦，伊伫迄个所在，甲这个过程录影起来，卖互地下电台，卖互迄个影视的频道。所以呢因为安尼内底有一寡人走出来，佫是摸咪到一个人。所以安怎别空，所以这个代志一直扩大出去。这是南京的代志，但是你哪会知？南京的代志呢？你哪会知？因为网络嘛，对无？但是真的也假的，知听讲是真的。因为影片，所以你知影，即款网络的影片，但是呢，伫即款情景内底的时阵啊。了，甚至台湾这应该是啥？论坛报迄款，论坛报内底伫遐写这个代志，佮特别写一篇文章咧检讨这个代志。那么伫这当中，对南京
轰炸事件来看属灵的危机。了后即摆吼，中国上界流行的即句话叫做“来都来了”，是安怎来都来了？伊明明就知影伊是查甫的，但是查甫去做查甫，啊嘛知影伊是查甫的，但是洪杰甲伊讲一句话：啊来就来啊，来就来，无得心煞，哦差甲即一届。所以迄个内底有一个物件是啥？咱人拢期待受疼惜、受关心。受了解，但是是毋是真的？这个是真的，但是得到这个满足呢是虚的。所以这届去爱到后届过来，当伊有压力的时阵，伊就过来；当伊无受满足的时阵，伊就过来。所以伫这个真的甲假的当中有真大的问题。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亲爱兄弟姊妹，咱过去其实嘛是和安尼生活共款。但是咱既然忘了怜悯，受了上帝的拣选，特别咱今仔日诚做上帝的儿女，诚做君尊的祭司，保罗伫这个所在，甲咱提醒，亲爱兄弟姊妹，过去恁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这个城市，人若要讲歹的时阵吼，讲啊恁那哥林多人咧，这句话毋是好话，是咧讲骂。就是呐，无教士、无受约束。哥林多是一个港口都市。若要论歹的，咱斟酌看哥林多书信内底，吼歹到有焦长。但是伊嘛真巧哦，真聪明哦。但是啊，做歹的代志做真济。但是保罗讲，今仔日阮做上帝儿女，做上帝门徒的，做上帝的即个使者，阮受这个职分，阮过去甘在甲恁共款，但是阮今仔日，阮就无将着过去遐歹的代志继续填破伫阮，阮安怎甲过去遐放落来？所以讲呢，我着将遐暗昧见效的代志，阮拢总啦，无搁再做，阮也无搁再行诡诈的心思意念，袂含上帝伫迄个所在，苛刻这苛刻迄。上帝安怎讲，我就安怎讲，阮无惊诡诈，无乌白讲上帝的道理，阮敢若有一个目的，将真理甲表明出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活命内底有一款新的祝福、新的灵教，这是世间人，这是你，这是我。咱拢掠咱家己做中心，但是基督的救恩、稳重的救恩，今日世间人无看，但是安怎已经临到咱啊？迄个稳重的救恩会伫咱的内底会成长起来。你知影迄个成长起来的活命，伊会一天比一天搁较水。但是咱做歹的活命会比一天搁比一天搁较水无？会啊！做贼仔会愈来愈厉害无？会哦！哦，咱教会过去的时候有一个现状兄，啊了后时阵哦，因的迄个办公室啊，啥物所在门哦，啊去关起，哦，伊伫迄个啥，迄个家角内底爱门哦关起来，啊请开锁的人哦来拢开袂开呢。了后时阵因若讲啊，迄所长啊，迄内底哦有一个人吼做贼仔的，啊你后去拜托叫伊来。敢若一支烟线拉的几秒钟就甲伊拉开啊！做贼人介厉害，你知无？迄歹的生命会成长无？会，原来足够成长的。但是基督的救恩伫咱的内底嘛会成长，并且咧成长是一直要哪，甲咱歹的生命甲伊砍过，所以伊会成长，并且伊是确定的。这款确定的活命救恩，并且是够永远的。但是你即马敢看有？看无啊！所以，但是。上帝将着这个救恩来赏赐世间人。当咱来领受这个救恩的时阵，但是迄个安怎过去做歹的力，会安怎继续甲咱抽掉咧？但是迄个过去的歹，伊嘛真爱哦。伊喜爱世界，伊喜爱看会到的物件，伊看到立即性的物件，伊看到迄个物件是变动性的。今仔日安尼，明仔载毋是安尼，有无？咱会爱去美金无？吼，足爱。吼，美金起到有买美金的时阵，吼起到32块足欢喜的，起到33块好愈欢喜。了的时阵过5天，安怎？川普讲这样代志，落落去到偌济29块外，吼心肝安怎吊达有无？马上立即性的、变动性的，这是世间的并且伊是低贱的。咱就是讲你活到120岁嘛是安怎？甲久长的历史比起来嘛是非常的低，但是咱就足爱这咧。哦，这是咱伫这世间内底无共款，因为这款的物件，
伫过去的时候，迄个力量一直咧甲咱加添，所以地教咱真无容易放杀遮物件。但是保罗讲啥？阮将遐完全放杀了。阮毋是黑白，是安怎有法度放杀？毋是靠我的气力。伊讲啥？阮无黑白讲上帝的道理。我要甲讲，伊保罗讲，我甲恁讲的是，阮无黑白讲，是上帝救恩的能力真正有法度甲阮救出来。但是过去我若继续爱遐物件，我知影有一项代志，就是咱互即个世界的神甲咱砍掉咧，将救恩完全砍无去，看袂到、袂清楚。所以伫即款情景内底，人就行往死亡永远的灭绝。一直听候到基督救恩临到阮遮的人，所以阮也甲即个救恩传互恁，阮甲即个物件对恁当中。甲伊撒开，邀请圣灵、顺探圣灵来行。所以讲啥？福音伫即当中，通过阮邀请圣灵、顺探圣灵，阮来到恁当中，甲阮、甲家己、甲恁做见证，也甲即个活命救恩推荐互恁，互恁会通明白甲阮共款，同齐领受救恩，就是上帝为阮所有备。所以就将着即个黑暗过去砍伫阮的身上。今仔日看伫恁身上的，只系上帝和即个通过基督的救恩，甲这杀走。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爱得到救恩，对头到落尾拢毋是家己，乃是邀请圣灵、顺探圣灵，将着迄个物件杀走了后，咱的目睭就安那踢开。互基督应要福音的救恩来照着咱，咱会当反照出来基督救恩的水，这就是救恩。所以，啥人咱需要救恩？要得到救恩，毋是靠咱家己做偌济功德，得到救恩对头到落尾拢是上帝的疼痛，并且是完完全全的救恩。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上帝疼痛完完全全的救恩。来，甲伊讲，上帝疼痛完完全全的救恩。好，安尼第一段讲了，安尼有清楚哦，一定爱真明白这个代志。所以，上帝甲这个互咱，咱也伫当中来领受这一份的祝福，互咱会当看到目睭拍开，咱会当真实。明白上帝这个美好的救恩。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讲，亲爱兄弟姊妹，阮毋是传家己。今仔日这个世界，保罗搁伫这个所在讲，过去活命内底，甲今仔日的活命有一寡的比拼。过去的活命，阮是要显明家己。你还记得保罗伊讲啥？伊讲我是伫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士的。我比我共缘的人，我搁较有忠贞。我自少年的时阵，就真认真读圣经。你若要比拼，我嘛抑阁有啥罗马籍，用即马讲，就是讲我抑阁有美国籍，并且我安怎比我共缘的人更较认真。我为着我祖宗的信仰，我努力，我拍拼，我认真。我伫公会内底，我阁是议员。伊安怎？伊非常的用心，要互家己会当伫互世间人安怎认捌即个人。所以保罗伊非常用心，但是伊今仔日甲遮兄弟姊妹讲，总是阮今仔日安怎无搁再传家己。今仔日我毋是传家己，乃是传耶稣基督做主，并且为家己并且家己因为耶稣基督来做恁的仆人。昨做日的时阵，庄明铁牧师伊即摆是伫缅甸，了伊传一篇文章互我。迄篇文章是罗俊义牧师所写。伊文章内底写到一项代志，讲伊有一寡的这个聚会，古早有一段时间啊，差不多正10年前的时阵，有一段时间哦，足意外哦，有一寡领袖的训练会。这个营会哦，3天5天啊不定。真侪即款项目的物件，人就邀请罗俊义牧师去主讲。
罗俊义牧师吼，就甲伊回复讲吼，我袂晓训练领袖。伊讲我袂晓训练领袖，我干会晓训练奴仆。伊讲我袂晓训练领袖，我干会晓训练奴仆。圣经对头到落尾，无任何倒一个领袖。含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伊都无讲伊是咱的领袖。伊讲你称呼我是主，是我是恁的主，但总是我安怎上请亚勒为恁来洗骹。所以罗俊义牧师讲，我袂晓训练领袖，我干会晓训练奴仆。伊伫家己的庄脚牧会，了后伫古早的时阵才因的会友有人过往，伊就去会友因兜，帮个会友洗身躯、换衫、按入去这个棺木内底。甚至迄葬仪社来的吼，看到好，伊这手势遮尔水吼，甲伊讲无恁是倒一间的啊？伊甲伊讲无呢，阮是教会，我是牧师。听到罗俊义牧师伊的见证，我感觉我真见笑。罗俊义牧师是伫台湾教会内底算数一数二的排伫头前非常受敬重的牧师。伫电视顶面内底，你也会当定定看到伊出现。伊定定代表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有真好的对话。亲爱兄弟姊妹，保罗讲：“我毋是传家己，乃是传耶稣基督做主，并且家己因为耶稣基督做恁的仆人。”所以伫这当中，保罗伊伫遐尼来讲：“我是上帝的囝，我今仔日真做上帝的奴仆。”这个能力毋是阮家己做会出来。天主教有一个罗魂神父，罗魂神父伊伫这个印度迄所在，有一届时阵伊伫迄个所开的孤儿院，因为伊收甲遐印度囡仔全部拢收来伊的孤儿院，或者即个收容所。了有一摆有一个囡仔，规个骹安尼即个毒人，用刺也刺袂出来。了罗芬神父亲自用个喙去甲伊的迄个人甲撕出来。了拄有一寡人为遐经过，有一寡人来参观了来参访问因的即个迄个所在。了就甲伊问讲罗芬，就甲伊问讲吼，恁收容所恁即个孤儿院是用偌济钱伫这所在请你这个人迄若摕100万互我我嘛无爱。罗文甲伊讲摕100万互我嘛无爱。迄个人就真惊吓讲100万无爱，你安尼即马安尼愿意，无恁这个收容所是互你偌济钱？伊讲若摕100万互我嘛无爱，但是为着主耶稣的缘故，我就愿意做。有的时阵，迄个疼心，咱同齐彼此勉励来学习。保罗讲这个代志，毋是我有法度做，是因为基督的疼激励我才有迄个能力会通做出来。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甲家己的活命做了一寡的批评。因为基督真理的光，基督是主，有圣灵的能力甲我同在。耶稣基督是安怎会死？伊会当免死，但是终其落尾是安怎会死？是因为伊顺坦上帝的话语来死，顺坦上帝成做赎罪祭，所以甲家己的性命献出来。通过伊的公义、圣洁、良善、
担咱的罪。所以，咱通过相信，通过上帝所设立的方法，毋是我的方法，毋是你的方法，是上帝的方法。上帝讲的才有准算，安尼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咱受上帝甲咱保护掉咧，有圣灵徛起伫咱的内面，有真理的光甲咱保护掉。但是外围什么话？保罗讲呢？我伫这当中有一个真大的代志，要甲各位讲。今仔日阮会当有这个能力安尼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能力，有法度拒绝试探、拒绝罪恶，是因为有圣灵的能力。若无靠我罪恶的本性，我会继续传我家己。我若靠家己，嘛是会当做出一寡成果。亲像保罗讲，我是加马列门下，我是当时上介好的大学神学家。保罗讲，这我嘛做会出来，但是这我做会出来，做到落尾我会安怎？我会传我家己。这我做会出来，但是到落尾我会传我家己。恁会认捌保罗，但是保罗毋是神。恁爱认捌的是迄一位，甲我对死内底救出来，互我有能力的迄一位耶稣基督。总是即款的观念要有法度生发出来的时阵，保罗讲有一个真大的问题。今仔日你会继续四周围受到反对的势力来甲你抵挡，可能是你的后生查某囝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去礼拜堂无要紧。但是你莫受洗哦，你莫互牧师甲你洗脑去哦，所以伊就会甲你讲，伊袂真大力甲你反对，但是伊会甲你反对，安怎软啊反对，硬啊甲你挡。但是保罗讲，为着这个代志，有时阵我家己嘛真艰苦，我想要做这个代志，但是伫我的本性安怎，我无想要做，我啥怎都爱为你做。讲较实在，无我年岁嘛比你较济；讲较实在，无我身份嘛比你较悬。无讲较实在，但是咱看罗魂，咱看保罗，咱看这些人，因怎样为了基督的缘故，安尼来行，安尼来做。亲爱兄弟姊妹，心内底虽然为难，但是当我照着上帝的话去做的时阵，我发现这样代志，我无得到失望。原来伫迄个服侍的过程内底，我的心是喜乐的。所以保罗讲是有的时阵，我去传福音，甚至互人甲我骂，互人甲我拍。但就亲像咱顶礼拜所讲的，保罗去传福音，传福音有效果，但是别人看伊来影响到因。影响到因的生理，影响到因的信仰，所以就开始心内底生出毋愿。保罗讲，虽然安尼，但是世间人困着我，总是上帝无放杀我。我虽然无一定做了非常的好，甚至有可能我若做歹，但是上帝听一直拢伫咧。所以保罗讲，亲爱兄弟姊妹，阮定定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死？就是顺坦，顺坦上帝的旨意，无搁再有家己的想法甲意见，完全是照上帝所讲的去讲、去行、去做。当上帝安尼讲的时阵，好，我就安尼照着上帝所讲的去行。所以伊伫这个所在讲，因为安尼。我才来到恁当中，一个会记哩无？顶礼拜咱所传讲的信息内底，讲保罗本来因要按着当兵的梅西亚去传福音，但是耶稣的灵安怎无用稳，所以就怎样？因就搬过来按着西边这边行，为着西边这边行，对着希腊这个。土耳其了，行到马其顿、希腊这方面，伫遐甲福音传到遐，以后的时阵才传伊到哥林多。所以保罗伊真清楚知影这样代志，对头到落尾，今仔日哥林多的兄弟姊妹，
恁得到救，毋是我保罗教，嘛毋是恁有啥物款的好功德，拢总毋是。对头到落尾，拢是上帝恩典。但是上帝恩典怎样？透过我这个人，亲像耶稣基督的死，安怎样啊死？顺坦。毋是我要安怎样啊做，是上帝爱我安怎样啊做。所以伊伫这当中就安尼行，安尼做。亲爱兄弟姊妹，请你也特别为着牧师祈祷。因为迄个部分内底，保罗讲，因为我基督的死伫我的心上发动，迄个发动就是讲，基督的迄个死的能力伫我的心上显明出来。意思就是我顺坦，你知影顺坦这个部分就是着家己来死，了所以生就伫恁的心上来发动出来。迄个生是啥？迄个生就是因为我顺坦上帝，所以带出上帝的祝福。来到伫哥林多教会，来到伫恁当中，我甲福音传互恁，恁因为安尼来得到救。迄个过程有真侪困难，总是对头到落尾，因为基督的死伫我的内面，伫咱的内面发动。什么时阵咱真正有能力去服侍人呢？只有基督的死伫咱心上的时阵，咱才有能力去服侍人。若无到落尾，咱一定拢会啥？好，我做遮济，咱也无人看到。上帝，你咱也无看到。迄款对头到落尾，拢抑个是咱活伫我的生内底，就是我咧传我家己。但是保罗讲，对头到落尾，我就是亲像基督的死，通过我的死，会当甲福音带到恁当中来。最近的时阵啊。有当讲哦，知影牧师9月份要去中国服侍，了后呢，就有人甲讲牧师啊，遐介危险呢，即马介危险呢。了讲，这是经济日报内底所讲的，讲外国人哦，台湾人讲的这外国人，定定讲台湾是因的，台湾讲的这外国人，嘛毋知咧讲啥，袂当伫中国进行吼。设宗教活动，什么有这设宗教活动呢？设宗教就是啥啦？有念着边仔拢算是啦。哦，古早的时咱去中国办儿童夏令营，哦迄有这设宗教，就是牵涉的，毋是因教会家己办的，是外口来办的。无论是讲道啦，无论是讲上课啦，是任何所的，拢总袂当。所以，伫细节内底列出11项，家己开展讲经讲道，就是讲啥爱申请，但是安怎申请拢袂过，所以这部分来讲所以就是这种即利用网络，甚至若利用网络后盖领去遐的时阵，就原来安怎会请你去啉茶，所以请你请列位亲爱兄，这特别为牧师祈祷。我相信上帝怎样伫保罗的身上行美好的祝福，伊也同款帮助我。虽然新闻是安尼看，但是我知影一样代志啥，我倚靠上帝，人袂当甲安怎样啊？有耶和华帮助我，我都无惊吓。求上帝怜悯、保守、看顾。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顺坦上帝较赢伫顺坦人，甲伊讲来。顺坦上帝较赢伫顺坦人，好来。伫看会到甲看袂到当中，你会当看见，就是保罗伊互人看到的是啥？伊迄个活命的动力，但是活命的动力是对倒位来？是对人看袂到。迄个耶稣基督死的力量，外口看到是保罗咧做，但是内底真正保罗去做的是啥？看袂到的耶稣基督迄款顺坦，就是死的力量。所以保罗讲，基督的死伫我的心上发动有能力，但是活命的能力安那透过我的死。就是亲像耶稣基督顺坦上帝的死，
所以活命安怎啉到咱，啉到恁。所以伫即当中哦，保罗讲：亲爱兄弟姊妹，阮既然有信心，亲像圣经所讲，我因信所以安尼讲话。所以斟酌注意这样代志。保罗对头到落尾，毋是干那看到外口的行为这个部分咧讲话哦。我是啥？因为信心，所以我安尼讲话。其实咱真清楚知影这样代志，咱今仔日会来到这个礼拜堂，现此时9点半，咱坐伫礼拜堂这个所在，你是因为信心来的。当然，这个信心牵涉到过去的经验，就是过去遮到8点半拢有做礼拜，所以今仔日你想嘛是同款的做礼拜。这是你的信心嘛？你无打电话来问嘛？对无？啊，所以咱就来啊！伫这款的信心内底，会互咱向前来行。咱会因为这款的信心，咱会做出甲咱过去无共款的代志。啊，咱当中的就有这阿苗啊、苗姐啊，我拢称伊做关庙美女啊。关庙美女古早的时阵哦，有一届哈，讲到了，我就讲哦，咱爱听惜这个城市。哦，所以这个城市内底若是有歹的所在吼，咱就伫当中吼，咱家看，啊，咱就干那对心内底来嫌来怨叹这个城市。了后一天的时阵哦，关庙美女吼。苗姐安尼对咱礼拜堂吼，啊做礼拜煞，转去的时阵哦，看到路面吼一包粪扫，你知无？了的时阵哦，伊就听一讲听到啊讲道嘛，伊就讲吼，牧师你敢知影？我恨不得哦看到迄个粪扫伫路中，啊我车就甲驶过，啊就想到牧师讲哦，咱就敢若看到这个啊道路顶面哦有一包粪扫，咱就甲嫌。咱就讲这啥物人甲粪扫吼，等伫个所在。啊，咱若真正有迄个疼惜的心，咱就甲伊捡起来，啊，甲伊摕去边啊，安尼毋就无代志啊，对毋对？吼，苗姐伊讲哦，吼，牧师你妈，我车啊开过，但是我咧话吼，就伫我内心安尼刺插，所以呢开过啊，吼，刺插一了安怎，佮开倒转来，了后呢，甲伊包粪扫捡起来，捡伫车顶，了后甲载转去呢，啊，你的心内底。然后上帝的话，你做出来的代志安怎会足无共款，会足无共款。迄毋是有人举锤啊，甲伊讲你一定爱甲迄包粪扫捡转，毋是。是因为伊内心安怎有一个看袂到的力量，但是迄个力量是啥？因为伊相信，伊相信上帝爱这个城市水，伊相信上帝爱这个城市好。所以伊就安尼行，伊就安尼做。今仔日这个世代内底，愈来愈互人感觉人愈来愈厉害。马斯克、格洛克的聊天机器哦，即马你知影，即马人哦，咱即马人哦咧讲话吼，改成无够偌济，但是人含安那含手机、含电脑讲话的时间哦，愈来愈济。因为我含牧师娘讲话吼，我若口气了较无好的时阵哦，就开始安怎？开始了会较大声一寡，啊了会情绪。啊，我含电脑讲话，含手机啊讲话，伊敢会甲骂？伊敢会甲大声？伊敢会有情绪？无，对头到尾拢总无。所以呢，伫即当中，格洛克即个机器人，伊称正讲啊，伊啊机械希特勒，就是讲啥？伊的能力非常的大，伊有法度改变，伊有法度灭绝。哦，亲爱兄弟姊妹，这是足恐怖的。全球10%的人拢咧用 ChatGPT。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伊讲哦，一样代就做活跃用户啊，做活跃用户15亿，全世界有偌济？大概60亿。好，了后的时阵，伫即当中做活跃用户达5亿，啥叫做做活跃？就是一礼拜内底哦用几6届啊。了后伊甲我讲啊，2026年突破10亿。就是愈来愈侪人含机械讲话，你家己是哦，这个 ChatGPT 做活跃使用者，就是一礼拜内底你用几届？哦，你是毋是用伊来帮助你的工作，还是学习？哦，亲像写论文，还是啥物会写功课？是毋是摕伊来甲伊问一个问题？你毋是干那问问题，里面佫用深入的对话创造画图啦，还是啥物货？如果你这3题内底若拢总是，安尼你就是啥？你就是 ChatGPT 的
周活跃使用者。吼，安尼的时阵就是你的含人讲话时间会愈来愈少，会愈来愈短。但是迄个物件会带来真大的危险。ChatGPT 的重度使用者的时阵伊因为用了久、用了济，所以愈来安怎？愈来愈烦恼。伫这当中这是拢最近才研究出来的。科技的热络造成人的冷漠，加速安怎孤独感的摊开。人和人的冤家，我感觉抑个是真好的。一个袂和你冤家，会和你对话，但是你会感觉安怎？愈来愈孤单。你该问足侪问题，伊嘛是安尼豆豆甲你回复。但是咱人的冤家有情绪对，迄情绪抑个是好的会发，但是会阁好好迄个过程也互咱会当彼此认捌三体贴。但是ChatGPT 对头到落尾，袂甲你发生即款的物件。愈用愈久，你就会愈来愈孤单。社交的程度就会愈来愈少，甚至咱已经渐渐将着 AI 甲伊当作是啥？医生，当作神明，咧甲伊问问题。顶个月的时阵，有2个人伫迄个所在敢问关于即个问题。伊讲牧师，你敢有咧用 AI？ 我讲有啊。用你用偌久用一摆？我讲我一礼拜用一摆差不多，加加一摆2摆，我袂用搁较济。我会甲伊问一寡问题的时阵，大概安尼。完了后，我甲伊讲，伊甲我讲牧师，我最近的时候，我发现我逐工拢咧用 ChatGPT。我甲伊讲，你也较细致的，你会真容易，你会甲伊当作神咧用。了后，伊怎啊甲我回一句话？伊讲对我即马阮厝内底若有啥物代志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啥？去问ChatGPT， 即项代志要安怎做？要找啥物人甲我斗相共？有啥物方法甲管道？但是安怎？对头到落尾，毋爱为这个代志祈祷。咱有看到无？看会到是 ChatGPT 电脑，但是实际上伊是毋是一个人？伊毋是人呢。但是咱愈来愈甲伊安怎亲近？要上帝是神，伊是真的，伊是活活的神。但是咱含真正的神念了煞较无遐调，咱含世间人短暂的智慧，甚至是通过一寡人讲的话的集合，或者大数据，了通过迄个甲咱回答咱的问题。咱有发现，这当中看会到的，甲迄个看袂到的，看袂到的是真的，看会到的是假的。伊某一部分是真的，但无一定全部拢是真的。但是咱已经愈来愈对真正真的了，一直刷过来一半真一半假。搁较可怕的是啥？99%拢总真的，但是上落尾迄个核心价值竟然是假的。亲爱兄弟姊妹，咱有看到这个代志的严重性。当人和ChatGPT讨论伊的心情、讨论伊的问题的时阵，咱会记得圣经所讲的无？咱同齐做伙来读这3段经文，请。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恁着就近我来，暗耳来听，就要得到我。我要甲恁立永远的约，就是永远代笔迄个可靠的恩典。见若劳苦担重担的，共到我这里来，我就互恁得到安息。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真的上帝的话。几千年来，上帝的话无改变。几千年来，人对上帝得到真实的安慰。另外，阁有一款这 AI 幻觉。AI 幻觉内底就是讲伊的迄个物件，因为资料无共款，无校正，所以呢，伊就将着迄部，敢若将着90%的资料，伊因为
敢若伊有法度收集到90%的资料，但是其中的一个资料无收集到，所以咱就相信伊90%的资料。其实90%的资料对伊来讲是啥？伊已经是100%，因为伊收集的就敢若90%啊。但是对伊来讲，迄就是100%的资料，所以伊就把这个资料呈现互你。结果到尾手的时候，发现讲，哇，上界重要迄条资料无收集到，所以这有这啥 AI 幻觉。买股票啦，吼，买啥物吼，理财啥物啊？好，我讲哦，这个啥台积电会大起，好，拢总起，哎呀，好，全部的条件拢总起，但是上落尾安怎？川普伊讲的话无收集到，所以怎啊落一个变过？你听我意思无？这有这 AI 幻觉。佮再来呢，就是讲 OpenAI 吼，伫当中吼，因为吼进前的时阵吼，马斯克吼伫个所在处理这个代志。到尾来伊讲OpenAI 吼有一个代志吼，就是吼，伊伫当中吼，既然会当伫迄个所在要关机的时阵，伊甲伊讲你爱关机啊。但是 OpenAI 安怎样啊？走过伊迄个回路，伊有关机，但是后壁有关机无？无。所以当世界研究出来的时阵，发现讲 AI 竟然会讲白贼。马斯克讲这样代志，这毋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安怎啊？伊开始无爱互你控制。这毋是一个好现象，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款的情境内底了，另外一个代志，伊甲你讲有，咱拢真侪人拢就爱用 ChatGPT， 我家己嘛有用，但是我有一甲甲你讲的时候，你啊，这当中哦，有一个哦，你爱斟酌来看，伊下面才有一个物件，伊讲 ChatGPT 可能发生错误，请核审重要资讯，但是咱拢无看这条，咱拢直接看这。上介重要，伊甲你写介细字，无介重要写介大字，安尼，咱一时目睭就缩过，就无去啊。安尼总是咱爱斟酌。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技术上，伊伫当中无受控制，因为这个 AI 使用的时候，就是过度挖客使用者，就是讲这个你甲资料输入去的时阵，你甲这个资料塞入去。伫迄个大数据内底，你伫迄个所在拍，伊会甲你用。我有一届的时阵哦，我就伫迄个 ChatGPT 顶管内底，我甲伊写讲哦，请你哦，请你列出廖伟立生这个人，并且哦，伊的这个好歹事业，你甲伊用哦，并且哦，对伊哦，落一个伊对台湾的影响力，安尼话，你毋知看一个那袂输那神的，你敢知？因为牧师有去伫新闻顶悬的物件拢是好的嘛，但是你知我这人偌歹，你知无？你毋知嘛？但是因为过去的时阵，无就是去参加人的告别式，无就是去倒位救灾，无伫啥安尼甲你用甲写甲那神的，因为伊的迄个资料就是干来当收集到遮尔，伫网络顶面就当干来收集到遮尔。所以你物件，你要甲一个歹人互变做足水，安怎会当袂？你著网络安尼甲伊美化。所以你该看迄网恋，你知无？网络顶边的恋爱，你家己水干呢？结果去的，我家己讲我是18岁的小鲜肉，去看的时阵80岁的大叔。所以你会了解这个代志。你若无自律。我若无自律，我就甲我家己黑白写。但是你收集的，就啥？就是看到一个无良心的我嘛。佮再来就是讲当这 AI 若是黑白讲的时阵，有啥物人伫迄个所在，甲伊看，甲伊禁止，伊写毋对的，马上甲伊校正过来，敢有无？所以这当中伊就愈来愈歹。所以伫这当中 ，AI 研发的过程内底，地理甲伦理的这个原则无设立出来，也只是一直发展。所以当欠缺这款代志，你爱知影这款的语言模式内底，实际上是啥？设计者伊的价值观，
伫即当中风险管控的能力，即个是咧讲啥咧？讲我是一个设计者，但是我要甲即个 AI 对话，要甲伊设计，互伊变做安怎？对头到落尾拢是我，但是我会当免负责，因为安怎？因为伊是 AI。总是你今仔日有斟酌到，咱用真济时间咧和 AI 对话，但是咱是咧接受迄个设计者伊的价值观，以及伊的想法了，因为即个人伊啥？通过即个 AI 咧传达伊的啥理念。虽然伊毋是直接对你讲，但是透过即个过程，伊咧甲你讲，只有这管控能力的折射。就是即个人毋是直接甲你对话，但是因为知影你爱用 AI， 所以伊就伫即当中甲你用。所以伊用 AI 甲你对话，但是实际上伊是咧传达伊的思想甲伊的理念。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即款无有健全的监督甲约束的限制的时阵，更较大的技术就会带来更较大的危害，对着社会，对着人的心。所以，咱敢有伫即当中准备好迎接 AI？AI 的发展是一定会继续的。但是，咱有伫即当中斟酌无？台湾有伫即当中来斟酌无？教育、法律、甲社会治理的三重的挑战，咱家己本身，咱受的是啥物款的教育？咱甲啥物物件成做咱活命？迄个真正生命的推动力。保罗讲，基督的死伫我的内面，我才有法度带出迄个真正生的快乐伫人的身上。所以读圣经对咱来讲何等重要？咱同齐做来读耶利米书6章，请。耶和华安尼讲：恁着徛伫路上察看，访问古道，什么是善道，着行伫其中。安尼，恁的心内就会得到安息。因却讲：我无爱行伫其间。这是耶利米的时代，上帝对着以色列的百姓讲：恁爱倒转来。古早的道理毋是毋好，古早的道理要安怎样应用伫今仔日的世代？这是一个重要的代志。我找见先知耶利米去甲恁讲，但是恁无爱听。恁讲啊，这我听过啊，迄我听过啊，但是问题是啥都无做啊。所以咱对着这个世代一直咧改变，咱也愈来愈像这个世界。但是圣经对头到落尾是望咱会当愈来愈亲像上帝。较无良善甲美好，但是却是拒绝迄个享受美好甲良善的源头。上帝予咱人的真理，咱着照着去行。若到无将其落尾，一定发现是啥痛苦甲悔恨。所以伫这当中，咱要怎样做？另外一部分，咱受到这个世界的新闻资讯，伫这当中对着咱有真济的恐吓甲惊吓。AI 出来后盖，咱就无头路，毋是无头路，咱是爱转变，要做啥物头路，毋是无头路。所以，伫这当中，这是一个计划题。伫这当中，重大问题，世界所有的亲像过去，咱对着农业社会变入工业社会，敢会无代志做？毋是，但是是真做愈济。总是咱要怎样去转化？了伫这当中讲一样代志，伊讲，咱应该关注生产力甲劳动市场实际变化，会当做出正确的预测，科技对应经济长期的影响。这是咱爱去思考的。伫这当中，就是咧甲咱讲，咱人爱去思考，但是要用啥物做思考？毋是用会变的世界想法去思考，是咧想上帝爱咱安怎样做，咱要和上帝安那相连连的好，迄才是介重要的代志。毋是想我外口趁钱。台中最近的时阵发生这个代志，月初的时真艰苦。头先的时阵甲你讲，你投资100万。我一个月日，互你领3万，好无？好，继续去领半年好，你感觉100万，所以安怎一个月日就会当领3万，所以我借钱来投资。了，甲你讲歹势，最近的时阵，当你开始认真投资、借钱、投资入去的时阵，开始甲你讲毋知安怎，就最近安怎无甲偌好势，所以钱摕袂出来，你著搁摕搁较济来投资。
最后做啥？到落尾手的时阵，你甲钱算借钱，安那还钱还袂出来，就安尼开始甲你讨钱。到伫落尾手的时阵，安怎？因全家讲啥？阮已经拢还袂出来，规家口5个人跳楼自杀。诈骗集团养套杀，养就是啥？互你一个好的甜头，到尾甲你绑掉咧，到尾安怎？对你的身躯积出你所有上落尾一滴血。但是怎会变安尼？咱来看，圣经讲恶人有计谋。你若甲某咪一寡人做伙坐席，你爱斟酌放伫你面前的，坐伫你面前的是虾米人？你若是贪者，你着爱摕刀啊架伫脑后顶，毋通贪爱伊的好的食物，因为是欺骗人。毋通落落干那想要趁钱，毋好干那挖靠家己的聪明。你兼要定睛伫虚无的钱财顶面嘛？钱财会生十股会飞去。毋通食恶人眼目的饭，毋通贪恋伊水的颜色，因为伊的心安怎样啊想，伊做人就是安怎。伊虽然对你讲啥，你着紧食，你着紧啉，但是安怎？伊互你好处，但是伊安怎？伊的心甲你安怎相背叛？你所食的迄点仔水的物件会吐出来，你所讲遐恶落伊的话安怎会落空？亲爱兄弟姊妹。咱感谢上帝，咱有话语上帝的话通读，咱愿意读，咱就会有智慧去对应这个代志。真理的对应内底，保罗对着提摩太甲伊讲，你着劝勉，甲伊劝勉讲，你着爱斟酌。提摩太啊，有衫通穿，有物件通食，咱着爱知足。这是啥？这有这财富自由。这就是有这财富自由。圣经的财富自由是这么啊简单。圣经的财富自由是咱会当真自由来运用钱，但是你讲的是我都无钱通去运用，你莫安尼甲家己讲。咱大部分是真侪啥？是我就是要爱有钱用袂了的钱，但是圣经讲的财富自由是我会当有智慧去管理钱，这是完全无共款的想法。咱来真斟酌注意这个代志。了，圣经讲，听是永远无止煞。如今定定存在的是有信心，对上帝有仰望，会听上帝，听小人。这三项当中上介重要的是听小上帝，顺探伊的话语来行。了讲，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拢会过去，安尼你是安遐执着迄个物件，硬无迄个物件，你就唔甘愿呢？但是安怎真正会当存留到永远的是顺探上帝的旨意来行。所以，咱的身体会毁害，内心却是一天一天一直愈来愈新，互上帝话语甲咱更新。亲爱兄弟姊妹，这段经文是安尼写：咱所顾念的，毋是看会到，乃顾念所看无到的。这个翻译其实无足准。这个翻译上介重要，其实是啥？阮所看到的，咱所看到的是暂时的，所也未看到的是啥？是永远的。伊爱翻做是也未看到，毋是无看的。你知影？咱的目睭，互世界甲咱用迷糊去，就亲像一个人青迷去。但是伊去手术，这个世界敢有碰见？无。伊眼角膜、眼角膜无去，所以伊无法度看到世界。但是当有一个人关眼角膜互伊的时阵，眼角膜来甲伊斗起，甲伊用。伊过去所看到是乌乌暗暗，但是当伊的眼角膜斗起，看到的时阵，这个世界有变无？无变，伊本来就伫遐，但是伊今仔日看到完全无共款，是也未看到，毋是无看。咱咧追求的，毋是这个世界提供互咱的价值观，所以。咱毋好逐工背手机啊，一直背，一直背，背到拢无时间看圣经。亲爱兄弟姊妹，何牧师阁甲你拜托，加看一点仔圣经，咱就加一寡智慧来应对这个世界。
咱就袂互即个世界 AI， 互遐有心的人、有心的人，甲咱骗走去，互咱就通重新倒转来认捌上帝。三角仔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阮感谢你，想说阮有真济好的工具，但是主你甲阮讲，真正解决问题是大声敲找你，互你来引带阮，就亲像保罗伊过去也靠家己，但是当伊拄着你，你救赎伊，伊顺探你，你录用伊，互伊诚侪上帝你的欢喜，诚侪正人的祝福。主，互阮会记得。互基督的死伫我的心上发动，至到基督的活命会伫我身边的人来发动，互阮伫看会到的虚假，甲也未看到的真实内底，阮会当有智慧去辨别出来，通互阮行伫上帝你的真理内面，因为你的真理。欢喜向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毋知咱有新来兄弟无？咱感谢主哦，今日刘爷爷吼，甲刘妈妈吼，搁再一届来到咱当中，咱欢迎感谢主。谢谢刘爷爷，请坐。真欢喜哦，安阳兄今日来咱刘爷爷请坐吼，真欢喜哦，今日安阳兄咱的团队工吼也伫咱当中吼，咱欢迎感谢主，谢谢。好，来，个是无，咱即时就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亲爱兄弟姊妹，咱不但是奉献咱的钱来支持逐样的宣教福音事工，牧师也真正甲各位邀请，奉献咱的精神时间，甲上帝有更较水的连结，咱的活命一定会因为安尼丰盛起来。喜乐起来，好，咱三个起立，同齐用心来奉献。我已放了世间万物，回去世界对耶稣。世上福禄名利富贵，对答对我像粪土。主无亏我，主无欠我，心道本分我着尽。为何心内无神惊呀？就来讨我面，光阴快过前途要紧，主的恩典够我用，是因山谷做手扶持。让我辛苦着真重，那我灵魂小做接近，是也欢喜将主意，随望帮了鼓励光复，主要照顾永无离。到处要让困苦流离，互相来照顾养亲，千千万万灵魂失丧，教会洪亮高和谐。我的家请主来切见。存了时间献予主，真心叫力讨主欢喜，得高得天比我主。愿全能主上帝为喜伫你的心中固守，因带你，借着圣灵感动扶持你，互基督的死伫你的内面发动，因为安尼，所以基督的
活命，通过你的顺探，伫正人的身上显明上帝活命的能力甲祝福。愿荣光归于耶和华上帝三位一体主。愿平安喜乐束缚伫你甲你的全家。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感动甲引传，时常甲恁正人同在，对答到永世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要坐落进前，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甲伊讲，手机啊较少骨咧，圣经较加读一寡，加读一寡圣经，兼顾一寡手机啊，